Hello，大家好。好多朋友咧一直揾緊惠陽開城大道呢邊嘅樓盤嚇，今次咧有好消息啦！長通希源清盤嚇，依家毛批嘅咧最低6200蚊起，而且咧唔係靠高鐵嗰邊嘅喎，比二手仲平啊！戶型方面咧全部都放咗出嚟，最細嘅咧68平嚇，最大嘅咧124平，而且咧樓層全部都有得揀喎。點解咁多人揾呢個片區呢？開城大道呢邊呢，算係地理位置同埋配套呢，係屬於最方便、最成熟噶啦。一路呢到惠陽嘅中心，另外一頭呢到大亞灣嘅中心，到高鐵站呢，亦都係好近嘅。成個片區呢，所有嘅配套嚇，全部都係應承嘅。對面呢就係星河燈提，教育方面呢就喺佢附近嚇。商業方面咧有天虹大潤發啦，到好耳朵咧就2個紅綠燈嚇，係一個比較集中嘅一個片區，繁華到咩程度咧？早中晚都塞車㗎，塞硬㗎啦！依家咧建緊高架橋通勤啊，長通希源呢個小區咧喺惠陽名氣都係好大嘅，佢自己嘅配套咧同環境都係好靚啊！如果唔係高鐵軌道呢個影響，呢個樓盤當時都封神啦。依家呢個價燈真係有着數，有興趣嘅嗱嗱先嚇，我係阿斌，惠州嘅新樓二手全部都有做㗎嚇。